嗯，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说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我们那个学习戒义会讲当中呢，就是讲那个四不异。其实这个四不异呢，就是在这个涅槃经呢，涅槃经里面专门讲那个四不异，的一品，就是在这当中呢，就是讲的比较广。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那就是自己也应该看一下。那么今天就是讲的第四个问题，也就是说呢，不以心识而以智慧啊。就前面我们首先是不能以人，要以法。法当中呢，就是有言辞的法和意义的法，就是我们要以意义的法，就是不能就是是表面的这种言辞。然后意义当中呢，就是有疗愈和不疗愈，我们还是要依止的是疗愈的这种法。然后疗愈的这种法里面的话呢，也有一些智慧的心经和还有这个心识的心经。也就是说呢，就是虽然是这个法很疗愈的，但是呢，一般来讲这个宣说一些只是我们这个事件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心识的心经的话呢，就是全部是就我们的这个感官觉知呢，就是所了解的，就是这样的话呢，是这个心识对境的一种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就是凡夫人一般很难以通达的唯一的这个佛和菩萨的这种智慧啊，就是智慧就是所了悟的一种对境，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智慧的这个法。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求的呢，就是智慧。也就是说，出世间的真正能超离轮回的这个法就现在我们实践当中呢，所谓的这个佛法，有些呢就是法财的，有些呢是治病的，有些呢就是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得名声的，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希求你这个暂时的一些洗涤就是这些呢，虽然是一种佛法，但是呢，对我们真正这个断除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烦恼或者是所执障还是有困难的。然后呢，从轮回当中就是真正获得解脱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如果我们所求到的真正的法呢，是智慧的这种法呢，那就它能断除这个真正的烦恼和这个障碍。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求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尤其是这个佛法的来源呢，大家也知道是上师。这个上师呢，他自己的是对出世间的法，尤其是他对这个出世间的智慧呢一无所知。如果这种的话呢，那就真正就是像获得了这个出世的一种智慧呢，就是也非常的这个困难。所以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寻找上师呢，一定要就是找一些最好是有这个菩提心和有一些空性正见的人。如果就是没有找到这样的这个上师的话呢，那就是真的这个佛法的根本道理呢，就是引导给别人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就这一点大家应该要记住。那么今天这个不以心识而以智慧呢，宋子当中这样说的：实修了义是不以随此欲，分别而去心，而以无而知。就是我们在这个前面已经分析了了义和不了义的这个法。那么知道了这个了义的法以后的话呢，当然这个了义呢，也虽然是佛陀就是完全觉得是这个最了义的这种法，但是呢，这个法里面的确也是有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分别念随着这个言辞所抉择的凡夫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就是分别念的这个形式的法。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完全是诸佛菩萨的这个性境比如说这个空性见解如来藏光明那么这些都是佛和菩萨的智慧所抉择的。但我们要选择的呢，就是不要就是去这个外所去和内能去，也就是说反腐的这种这个分别妄念，就是所抉择的这些法。就这些法呢，就像这个入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持障心故明世俗就是因为有愚痴的障碍了，就已经遮障了。
就这种了我们的这个心识。所以呢，就是这些都是应该说是一种这个世俗方面的，就是并不是完全就是觉在就是真谛的。因此说呢，就是我们不能这个希求这样的这个分别的法，而应该呢就是说这个无分别的法啊。这一点，当然我们这个所求的法呢，就是如果是这个佛经啊，就是佛经里面也是觉在像空性的般若经啊，然后一些那个。这个大圆满或者是一些密法的，就是最殊胜的这些教言的话呢，全部是这个智慧的法，就是也是非常殊胜的。然后同时呢，就是佛陀这个后面就是出现的，就是像那个龙母菩萨、月称论师他们所具在的这些空性法，或者说是弥勒菩萨等等，就是所做的这些论点的话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殊胜的。因此呢，如果我们自己寻找智慧有一定的困难的话呢，一定要依靠这些论点，依靠这些论点呢，的确是就是自相续当中的智慧呢，逐渐也会印上来。当然，现在有些人呢也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学呢，就是只学经，就是不能学论啊。就是汉传佛教的有些高僧大德呢，也是有这个强调的，就是我们一心一意的，就是只学一两部经典就可以了，然后所有的这个论点呢，就是不能这个学啊。其实这种说法呢，还是有一定的需要值得观察啊。就以前那个南怀瑾先生呢，他在那个宣讲这个圆觉经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也说了，就是说是就依经不依论啊，就是他就强调这么一个论点，而且这个原因呢。这个应该是依靠这个经典。如果经典搞不懂的话呢，就是是最好是这个查一些这个佛学词典，然后如果这个佛学词典里面也是没有这个说明的清楚的话呢，就是下功夫，就是一定要坑那个经文，就是慢慢这样这个运用在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会体会的，或者呢。就是我所写的，我所讲的，就是这些教言当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让了解这个佛经。后来那个多师呢，就是在这个爱心中这个爆发的智慧啊，就是这一部书当中呢，就是也驳斥过他，就是说是南怀瑾先生呢，如果说是不能这个依经，就是不能依这个论点，就是要依靠经典的，那所有的论点呢，就是不可靠。那所有的论点都不可靠的话，那你说是佛学词典呢，就是让可靠嘛？就是我看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佛学词典呢，大家都知道，后面的很多人就是编的，就是也没有，而且有些佛学词典呢，就是里面的这个内容都是特别糟糕，就是基本的佛理不懂的有些这个学者啊，就是他们开始编辑的。然后他说，如果是不能这个依靠论点的话呢，那你所写的和你所讲的这些呢，是难道可靠吗？就是你所说的这些话是远远超过像龙母菩萨、无著菩萨、旋转上师啊，是超过他们的这个观点吗？所以就驳斥的有些这个比较这个尖锐，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呢要这个动刀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一定要依靠这个经典，就是不让这个论点。但这样的话呢，这位上师也是口里面说出来的是，可能是应该说是论点呐，就是如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上师，他口里面说出的这些话的话呢，就是也不可靠的。但是按照印度的传统的话呢，真正像那个就佛陀的这种经的内容啊，真正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这个所解释的话，那就是唯一的这个龙母菩萨等，就是及个别的佛陀在亲自经书里面书记的以外的话呢，一般的后来的一些这个月称论师等等，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先上啊，就是说是不能这个完全解释。但现在呢，很多有这个说法啊，就是要讲经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讲经，就是不能讲论。当然。有些论点的话呢，就是不是大成就者写的，这是我们也是承认的啊。就是现在一般的修行人啊，一般的学者啊，他们写出来，他们自己呢，就说是这是如何这个写得好论点呢？那这种论点呢，我们在这个学这个大乘论点的时候，专门对论点的概念和这个法相呢，就是有定义的。所以说，真正的这些论点呢，我们不能这个否认的啊。就如果你遮破了就是所有的这些论点的观点的话呢，那么这个真正的这种佛陀的这个教义的话，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就是一直坑的话，那就是可能坑不动啊，就是没有牙齿呢，就是不好坑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要以智慧，就是不要以这个分别心，就是现在我们学习也好，然后那个背诵也好，应该以前的大成就者他们所写下来的这些非常珍贵的论点呢，我们要这个学习。这样的话，他们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全部是入定或出定的智慧，所以这些智慧呢，尽量的一点一滴的，就是融入自己的心的相续，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所修的法。由缘之本性而取自性心，彼缘必虚妄，不真法性矣。那么刚才这个为什么是不能这个求这个分别的这种对境呢？就是不能这个求心识，要求智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个有缘啊，有缘是有执着的，有分别性的，有分别性的这些东西的话呢，不管是执着有也好，执着无也好，或者说执着这个见理也好，折破也好，那么实践当中的一切的这种戏论和执着呢，全部是这个能取和索取的这种自性啊，就能取索取的话呢，我们反复这个素质的分别念就是进行这个就妄想出来的。那么这些呢，就是空的执着也好，有的执着也好，全部都是这个有缘的，就是有执着的。那么有执着的，凡是一切相呢，就是全部是这个虚妄的。像那个《实地经》和还有一些《宝积经》当中的话呢，都讲呢，就是凡是我们见闻觉知的法呢，就全部都是这个虚妄的啊，就是虚妄的。就是在《能切经》里面也说了，说是这个诸法实属生，生以诸法实属生，生以无自性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在世俗当中是以虚妄性的，也有产生的，也有毁灭的，全部呢是这样这个现象的。实际上，真正远离一切戏论的这种法呢，在我们这个世俗当中呢，就是不可能这个现象的。这并不是分别境的这个对境。所以呢，只要有虚妄的这样的分别念的时候呢，始终都是不能这个证悟啊，就是远离能取所取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这个法性。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消除执着的妄啊，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根除这个分别念的这种执着的妄，就是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真悟，就是离一切戏论的这种境界呢，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那么如果我们真正是远离了就是一切的这种执着的相，那个时候呢，就是会通达就是一切诸法的法性，就像《三摩地洹经》里面也是说了，远离十二变，直至诸中道。远离十二变，直至诸中道，就是远离就是这个有啊无啊，就是为主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四变八系，那种智者呢，就实际上是真正是注意这个中道的，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观里面就是所讲到的这个中观论事的这种观点就是应该是这样来理解。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分别心呢，只不过是暂时就是听起来的是，比如说这些法是空性的，然后这些法是光明的，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心面前呢，也有一些空的执着，也有一些明的执着啊，就是这些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分别心呢只能看这些，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是没办法就是见到的。但是你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这个虚妄的，就是所以呢就不实在的，不实在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认为是它是最究竟的所求最究竟的目标的话呢，那是这个错了的。就像是这个需要这个求这个贺岁的人求贺岁的人呢，就是他在这个遥远的路途当中看到这个阳眼的话呢，表面上看来的这是真的是这个一条河流，就是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阳眼呢不能解渴，也不能呢就是满足这个所求者的愿望。同样的道理，我们希求解脱者的话呢，最重要得到的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无二的这个智慧。所以没有到这种智慧之前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制作的相都是虚妄的。当然这个也是最究竟的角度来讲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还是大家一定要这个分析就是我们要现在在这里呢，觉得最究竟的这个见解，就像是我们讲那个中论中观根本慧论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善恶就是佛陀如来，全部都是这个一并破除，就是应该站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现在我们这个世俗当中的所修的一切这个法呢，就是可以就是逐渐就是断掉，就是这是。那么这个原因呢，还继续讲，就是缘由是无舍，缘而缘非二，如何
缘也缘，缘去是魔境，此来境中所。那么这个凡是这个缘啊，就是缘，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执着的意思嘛。就是缘呢，就是有识法，就是像诸子瓶子当当这个有识法也好，或者是这个虚空啊，以及这个使女的儿子当当就是无识法也好，或者缘就是缘这两者，就是执着这两者。除了这两者以外的，就是非二者。不管是这4种当中的哪一个法的话呢，只要你有一种这个所缘的对境，或者是这个能缘的性质，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缘呢，实际上是一种执着。就是这种呢是一种执着，这是一种动摇的心理，也是一种分别念。那么这个分别念呢，就是不能就是成为断除轮回根本的一种这个宝剑，就是它不能这个成为断根本。所以它是我们如果站在最究竟的这个空性见解的立场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缘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善法也好，恶法也好，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就是一种这个魔业就是这是一种魔王这个所制造的一种这个魔业。所以文殊于物训里面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缘取多少心，也多少魔业一耳。就是我们缘就是多少个执着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这个也在性上面呢，就是也会有这么多的。那么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缘和执着的话呢，那这个魔业呢就是也就是那么大。所以这个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这个不合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就是想到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缘取和这个分别呢在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它是一种这个障碍就是一种这个障碍。那么他这里呢也是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缘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它是一种这个执着就这种执着呢，就是在这个抉择般若经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就是违缘就是违缘。就是宝积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诸比丘，如果有人呢，就是有这个二取就是有二取，那么这个呢，就是称为是魔的这个加持。就是如果有二取呢，就是成为魔的价值。然后不信大乘者呢，就是也属魔的这种诱惑就是不信大乘者呢，就是也属魔的这个诱惑。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般若空性呢，或者说是站在最究竟的这个阴森派的观点的时候呢，所谓的魔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是然后獠牙毕露的，就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真正的这种这个你在安住根本慧定也好，或者是这个抉择最究竟的见解的过程当中呢，是执着一种相就包括你这个制作单空或者说制作一个如来藏制作一个菩提心摩诃仁波切的其他教言当中也说了，就是要抉择最究竟的见解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这个菩提心在内的一切这个所缘制作呢，就是全部必定要这个消业法界当中的就消业法界。所以我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要抉择这个般若经的观点，或者说是中观根本慧论里面说呢，就是涅槃也是不存在的，如来也不存在的，三宝也不存在的，四谛也不存在。所以每一个法呢，就是通过这个拟真和校正来，就是一一的抉择，全部就是远离这个一切就是执着就这就是我们这个有关的这个大乘经典当中呢，就是再三再四的已经这个宣讲过。一品合破理法无法坏所缘，见无破理解就是见无破理解。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依靠这个任何一个这个方法来，就是破或者是理就是破是这个有识法破掉，然后呢就是这个无识法呢就是建立。有些人是这样的嘛，就是珠子瓶子全部都是我们用一义多因金刚血印来进行观察，就是不存在。然后呢无识法的像这个使女儿子单空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诸法是空性的这种事项呢，就是要建立起来。这样的这种破理呢，有个别的一些论师呢，他们认为是这是一种如来的这个密意，其实呢并不是。他如果这样来进行破理的话呢，那就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毁坏就是所有的一些制作相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破相呢，就是没办法就是破掉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究竟的见解或者是究竟的这个抉择当中的话呢，所有的这个执着相呢，就是必须要熄灭，就是一切二趣一切戏论呢，一定要这个熄灭。然后熄灭一切戏论的这种方式来，如果照见无破无理
啊，就是在迷言当中也好，然后这个声音当中的话呢，一切这个建立的法呢，就是也没有，一切这个所破的这个法呢，就是一点一滴也是没有。在那个时候的话呢，真正是见到了一切诸法的这个实相。啊，就究竟意义。所以弥勒菩萨的这个很多论点和而观察去有关这个显宗和密宗的许许多多的这个经序论点当中的话呢，异口同声的说啊，这个此佛何所破，说你也好我，真实观真性，见证。心解脱啊，就是见证性解脱，就是这是很多这个经典当中啊，就包括《显观庄严论》当许许多多的这个论点当中呢，都应用过。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觉知最究竟的见解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一切法当中没有任何所破的东西，然后所建立的丝毫的法呢，就是也没有。一旦依靠这个上师的巧觉和自己的这种殊胜的信心，因缘具足之后的话呢，就是你就一旦就是真正是让这个见到了这个真实的这种法界，那个时候呢，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的这个法界当中的时候呢，一定会是就是从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的。这一点，我们的这个许多的一些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专辑啊，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呢，就是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什么时候是见到无有破无有立，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到达了就是最高的这个境界。但是这种境界的话呢，的确也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都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心界，一般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只是这个就起信心吧，就是我们就发愿，就是就祈愿，就是我达到这种境界，就是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领会。